送人东游，作者温庭筠。枫树落枫叶，何年离故关？隔峰汉阳道，途日应文山。江上几人在？天涯孤照还。河东平相见，樽酒慰离岸。谢谢您的观赏，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制作的影片，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。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